现怎么掉进塘里了？这鱼都被逼得上岸了。可见这天界的气候是多么的恶劣啊！野兽不得无礼。这位仙子，是你的。天上，其实这个鹿长得也挺可爱的，就是脾气有点暴躁而已。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仙子，不过呢，我也是一个正经修仙的精灵。对了，我刚才看见你的尾巴了，你的尾巴可真是无与伦比呀。先生，你这个鹿放的挺好的呀，膘肥体壮的。野兽，只是不知道这个鹿是要送给哪个仙洞的膳房啊？膳房。嗨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仙上这个职务相当有前途啊。遥想当年，齐天大圣孙悟空便是从马温这样的畜牧行当中脱颖而出的。后来西天取经是何其风光啊！佛祖还给他封了一个斗战胜佛的称号。哦，还有八仙张果老啊，他这以前还是放驴的呢，后来不也光耀体面的很？是，仔细想，仙上的前途不可限量。仙子一番推演，着实让在下豁然开朗，茅塞顿开。多谢，客气客气。小仙要在意，我只愿仙子为证。在下锦觅。哎呀，我都忘了，我还得给仙姑他们送东西去呢。先生，今日我还有事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对了，先生，虽然你有这可爱的鹿陪伴着，但是未免还是冷清了些。我把这条红线给你，希望以后可以有人陪着你。多谢锦觅仙子。不客气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。锦觅仙子，可还暂调？多谢了，告辞。送我衣饰呢。哦，殿下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不，是我。锦觅半仙，能不能给我编一首小话呀？恭喜两位仙士喜得贵子。仙年尚小，尚未婚。那你这个喜单是什么意思啊？喜单？不，此乃鬼神殿下口中灵鸟，朱雀之卵，800年才可生出1枚，使之1枚便可长100年灵力，2枚便可长3枚。
这猪取卵的味道果然不同凡响，甚合我意，甚合我意呢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！神经病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把徐凤找来，快！是，哎呀，你呀，是不是乱吃东西了？没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疼死了！我是不是中毒了？啊！默默，金币！啊，刚派人去寻你，你这怎么办？尔等丧尽天良之徒啊！你们这是将我家敏儿接到何处去啊？敏儿啊，爹爹对不住你呀、眼看着贼人将你掳了去抵债，也没奈何呀！叔父要是再演下去，不出1个时辰，他便会飞檐。你还是我侄子嘛，老夫好不容易演一回。你吃了什么？我不是吃了2颗猪血卵，没想到吃完以后又热又疼的。我怎么感觉我的灵力少了这么多啊？你这小妖，本身体质阴寒，只宜食养，竟不自量食了我灵药朱雀之物。朱雀，休着！要不是我赶来及时相救，怕是你早就化作一粒。人家是葡萄嘛，人家生在土里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，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，没想到是火的亲戚。现在倒好，我小八的灵力都没有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不要跟我闹事，听得我头疼。白起一不上，你真是为了区区3枚灵力，差点把灵力拿下。愚蠢！看好这小妖，别再让他乱吃东西了。是，殿下。金皮白仙，为什么殿下总是小妖小妖的声音？你还说呢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如今灵力大减，看样子要吃什么补？